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为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哟。今日先生要教的运动是亲子律动，像俺们的小朋友，还有俺们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，可以同俺们放起来，同俺们来做运动，一下来跳舞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俺们放起来，来做运动的哦。好，俺们来让步。运动之前来做一个暖身哦。好，脚放松，手放松，手放松啊，身体放松，突然来同下摇摆哦。好，加上扭腰，扭腰。主人让步。踏并，高潮。好，夹个可是来夹个。加松鼠，打鼓诶，嘻嘻，嘻嘻，嘻嘻，好，来两条阿爬来，关片是耶，2、3、4。好来重点，好，俺们来学动作的哦。等下踏并量的，踏并的时间脚趾头要稍微弯曲。踏并，脚趾头稍微有一点慢摆。弯片，可以吗？成熟哦。加上大数哦，准备打1、2、3，打出去。打出去。夹过来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打出去。打4摆哦。1、2、3、4，打拳。記得咯，用個腳鼓下去哦，鼓下去。好，好不好嘛？好，更加上面抓星星，表演你的腳趾頭。扭身呢，表演你的腳趾頭哦。速度加加個1。很爽哦。好，好不好哈？全家书表演嘅2隻腳一片，學天鵝行路哦，天鵝行路。
一，伸出，打出，扶下來，打出來。夾嘅啦。聽我行路，轉一圈，轉圈咯。再一擺。聽我行路，轉一圈。好，勾腳來，勾腳。旁邊。好，聽我的數。好，叫四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跳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安尼動作好耐冇？好簡單哦。好，繼續，安尼等下重跳喲。好，來踏冰，踏冰，打開，腳趾條板哦。好，抬腳，抬膝，腳趾條扭身呢，個腳趾條好，加油哦！聽我行路，聽我的數，好，聽我轉一圈。勾腳哦，腳腳，跳跳跳。好，休息。好，我數用的一片，好，另外一隻數。扣住，好，我們來拉我們的手臂，好，手用在上面，另外一隻手用在呢，再打起，好，彎片。我感覺一片會緊緊。在旁邊，另外一個是用嚟呢，上面一片，舒展一片。好，喺腳條邊。條面向後勾，練平衡。好，來彎片，用隻手拿住你的腳，慢慢地下來，準備。嚟1、2、3、4，打開。再一把來，打開嘅。記得你腳要板哦，板蹲哦。出來，抬膝，抓星星，扭身呢都用嘅腳趾條好哦，腳丫高哦。
好轻哦。会加重的线条。好，转一圈。叫叫叫叫叫叫，跳跳跳。再一摆，踏并了。很松了哟。牛神呢，抬起来。可是流汗的哟，加油哦！轻哦，行路。轻哦，绕一圈。叫叫叫叫叫叫，跳跳跳。最美哦，叫叫叫。好，安尼轻哦来，行过来。好，好，安尼下来，好轻哦，行路。今日通常你好坏吗？好坏哈，好好运动，安尼，下次拿来了。